哎呀，阿媽睇住啦，今日要同陳大導演開會，分分鐘發達㗎。哇頂！肥神，你沖咖啡沖去北極啊？屙夜尿啫。我華哥買嘅過期藍山咖啡，唉。哦，虎華嗰單草仲唔係執我15年前拍嗰啲1級片幫襯我去複印劇本嘅喎。後生仔拎支酒揸緊個樽身啲指紋印晒上去，點見客啊？哎，奇哥果然係藝術家，我特登整支大可樂俾你，等你有嚟咁噶啦。阿款，好像身體被掏空，是不是滲透支了？想把滲透支的補起來。我用菲林拍，35毫米柯達5219 ISO 500，好唔好？好犀利啊！喂，啲菲林沖印廠執咗成7年啦，大佬，不如我用 Photoshop 幫你 P 個濾鏡上去啦。翠玉區少男少女地庫度有部老爺沖印機，我包咗佢3個月。奇哥仔果然念舊，阿力快啲記低，租菲林機每日8800，計落仲平過 AI 生成啊！陳導演點解要拍阿伯踢到捱落去買煙啊？我就係嗰條 NG 個 cut 嘅菲林，記住一定要大白紙影緊過，一定要拍我鑽戒紙個動作。等我睇下有冇影晒先。哇，陳導演，你係咪想整蝴蝶？後生仔，知唔知點解要用菲林拍嘢啊？因為數碼檔案太乾淨啦，而菲林入邊嘅化學銀鹽最適合醃住啲唔見得光嘅嘢。奇哥仔，啲菲林根本上冇用過，成批母帶塞入咗保險庫。佢把沖印機啊，原來係幫捷克運軍火嘅。琴日啲差佬啊，將佢啲菲林桶成櫃車走咗啊！我早就話陳導演台水果有問題㗎啦，佢哋產設係 USB 嚟㗎。好彩我醒目，將陳導演鑽戒指嘅鏡頭賣咗俾財經界記者。吓？呢條片點解會出現喺我哋嘅寶神廣告彩蛋嘅？哇！原來陳導演個戒指轉個圈就係暗號，嗰批咁嘅軍火菲林桶。即係唔係我話你藝術嗰啲嘢，你識條鐵咩？